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宏兴，先在这边跟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新的一年身体健康，事事顺心，狗年旺旺旺！也请大家别忘了，一定要收看每个礼拜日下午4点 CKB Life 的假日一开罐，新年快乐！旧年的北海花，有你伫这，做海风看黄昏，等你落山。美丽约定双人行，笑容满满，一份真心的快乐，幸福作伴。如今的北海花，无你伫这，连连风海的声，凄凉孤单。风袂散去的往事，情线无痕。心叹一切过去啊，就消失在手中线。咱前世无注定，偏偏情来大磨。问天安排一段缘分，怎样来断线？望春夏等秋冬，一颗心永远袂冷淡。以为爱过留下通好怨叹，心有影。美丽约定双人行，笑容满满，一份真心的快乐，幸福作伴。如今的北海花，无你伫这，连连风海的声，凄凉孤单。风袂散去的往事，情线无痕。心叹一切过去啊，就消失在手中线。咱前世无注定，偏偏情来大磨。问天安排一段缘分，怎样来断线？望春夏等秋冬，一颗心永远袂冷淡。以为爱过留下。
Hello，我们成功电台以及 CKB Lif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假日一开罐，在每周日下午4点到5点的时间，罐头在空中，在我们的网络节目陪伴大家哦。今天呢，在罐头旁边呢，邀请到一位大帅哥，真的非常帅，而且他是金曲歌王。我们邀请金曲歌王黄文兴。Hello，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文兴。是今天非常特别，在大年初3的时间哈，可以邀请到黄文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呢，他今天其实带来了非常多好听的歌，要一一介绍给大家。等一下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可以听到他新专辑的歌曲。是，不过我们再讲一下，就是说黄文兴其实，您是歌唱比赛出身的，对不对？对，而且那时候在超级偶像是第1名呢，第二名哦。所以是第2名的部分，对，第2名的部分，第1名是那个张芸京，哦，对，张芸京，然后你是第2名嘛，后来就签给唱片公司，对，就是那时候我记得10强就是都签给那个金牌大风，对，然后就这样就出道了，这样，而且好像1年发1张，对不对？那时候其实算是1年发1张了，也不会隔太久的时间。那其实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其实10强那个合集，我们有先发一个10强合集这样，然后完了之后，我是先去拍偶像剧，是对，那个我的那个亿万，对，我的亿万面包，对，然后也唱了伊万克拉的幸福，然后在里面是主题曲这样，而且那个时候还有唱一首叫《欧多水》，对，它是跟很红哦，对，跟欧多水是一起的，它其实也是里面的歌曲，那个偶像剧里面的歌曲。然后之后在2010年就发行那个天地专辑，对，天地专辑 T Day 这样。T Day， 哇，这首歌出来之后呢，在第22届拿下台语这个歌唱演唱，就是最佳方言男歌手。对，就是歌王啊。没有，就是也不是说歌王，我觉得在那一次，其实我觉得还蛮幸运，然后老天爷也蛮眷顾文兴的。那我还蛮开心，评审就是愿意呢，就是把这个奖给我，我就觉得参赛者还有很多前辈，他们其实都很厉害的。那我觉得愿意给我也蛮开心，就是可以让这个年轻人有一个机会站在那个舞台，还有站在那个金曲奖舞台上面，然后把这个奖项，把自己的这些一些得奖的心得，就是讲给大家听。我觉得是评审也看得起我，愿意给我这个年轻人一个机会。后来就是其实您的专辑跟歌曲其实都国语应该说华语跟台语都有哈。不过对，因为那时候唱片公司的方式是希望让我就是打造那种国台语双声带的感觉这样。对，那其实之后在2015年有发行那个无界的专辑，它是一张国语专辑这样。然后2016年是这个越走越勇，然后2017年在年底，就是去年的年底发行这一张最新的台语专辑爱那西。那这看起来就是要跟各位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它其实这样如果我不讲的话，大家会以为它是一张国语专辑。对，那其实这也是我们这次设计包装上的巧思，希望借由这个部分让大家就是可以知道，因为现在的台语专辑其实也不俗气啦，我觉得也不会输给国语专辑，只要有用心的话，它其实包装上面也可以非常的流行，非常的有时尚感。那这一张专辑其实是用一个外包装，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就是雷射的，它这个包装其实它是空运来台的。哇！它在台湾是找不到这个材质，那这个概念是以那个很像一个糖衣就是包覆着那个包覆着爱情的感觉，然后来做一个设计的灵感。那就是糖衣包覆着爱情，然后糖衣大家看到糖衣就会觉得说哇，就是糖果是甜甜蜜蜜的这样，然后会很想要去吃它这样。那也是在讲说这个感情在糖衣的包覆下，它其实还有另外一层的意思，就是让大家觉得
很甜，可是，在爱情在被糖包覆下的爱情，它其实有非常多的故事，有酸甜苦涩。那这些故事就跟我的就很像呼应我这专辑里面的10首歌一样，每首歌都代表了现在时下的年轻人或时下的一些男女呢。会有周遭发生的，或者是当下自己发生的一些情境。你看他刚才一直讲，然后我一直开，就一直符合他刚才讲的用糖衣包装。他这个这个很有巧思哎。你看它像这个材质，它就是糖果的那个糖果纸的材，对，糖果纸的材质。蛮有意义的哎，而且里面有 CD， 然后还有一本这个歌词本，对，哇，这个都做得非常有巧思。包括其实你的 MV 也不是像一些比较传统的台语歌那么俗气，对不对？就是比较新潮的感觉，比较新潮的像专辑跟 MV 这样的一个巧思，是有人专门帮你设计的吗？其实是我们老板这一次的设计的一个概念，他一开始就想了非常多概念，那后来是选用他跟那个美工设计就是共同讨论出来，想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呈现。然后把专辑的名称叫做《爱洛士》这样，那或许是大家会觉得“爱洛士”这个名称，是不是没有一个结果，好像点点点，就是讲一半。对，那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巧思，就是“爱洛是什么什么”，“爱洛是什么什么”，就是像我后面的这10首歌一样，爱洛是丢告家，爱洛是心碎的祝福。爱洛是思念成沙等等之类的，这样让大家有无限的空间去填充它。哇，而且连这个取名字都有巧思的，对。你们老板是不是也是你们的那个 MV 的导演？对，鼎鼎大名，身兼数职，真的很厉害，好丢兼共精哎。对，然后里面很多的词也是他填写的，我觉得他应该在来自于生活上、工作上，然后本身非常多的灵感这样。那也辛苦他了这样，然后他就是他要身兼数职啦，我觉得其实也蛮累的。那所以这张专辑其实他跟我就是花了非常多的心血这样。然后呢，再来讲到这张专辑里面的一个概念的部分，歌曲音乐的部分，其实我们是有邀请一些制作过天王天后的一些大牌制作人。那像比如说制作过许志安啊，还有阿令等等的，那其实都是国语的制作老师。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做？是希望利用他们的做这个歌曲的方式，因为他们就是我所有的编曲是用比较流行音乐的方式，然后来做这个东西。其实主要是要诉求说，这样讲的话，应该是说给大家比较听不懂，就是用比较国语流行音乐，就是现在时下年轻人所听的，不管是国语流行音乐也好，或者是韩语流行音乐也好，就是用比较流行音乐的方式来做这整张专辑的编曲这样。那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因为其实如果这样做的话，观众一定会觉得很好奇，觉得说，那你为什么不做国语专辑？对啊。其实文熙是道道地地的南部人，屏东小孩子，土生土长。那台语呢，会当讲为我自细汉到今嘛，陪伴我20-30，要40当啊吼，讲出来就透露年龄了嘛。没差不要紧，因为现在 Google 大神非常厉害 ，Google 上去就知道。然后维基百科一出来，对，都就知道你是民国，真的几月几年生。可是我还是有一颗年轻的心，而且跟外表一点都不符合哎。对，然后接下来就是我要讲到就是我那时候我觉得我是南部小孩子，对，台语是我的母语嘛，那因为现今的11-20岁的年轻人，我发觉就是对台语歌曲有一些部分的误解啦，对，那他们比较喜欢听国语的流行音乐，或者是华语流行，或者是欧美的流行音乐，可是他总是认为台语对他们来讲是太古板、太制式，甚至有距离，甚至到觉得说是比较怂啊。比较怂。当然我这个我可以理解，我并没有说他们这样觉得是不好的。但我觉得台语因为可能有些歌曲或许对他们来讲是没有什么回忆跟记忆，或者是没有什么交集，可是对我
来讲，像比如说像我小时候就是常听洪荣宏大哥哦，或者是罗时丰大哥就是杨宗宪啊，他们这些很多其实很多经典台语的吴宗宪宪哥也是啊，是到现在我们在听这个歌曲的时候，其实会觉得好像回去当年我们那时候的年纪，对听国语就像听我们那时候听国语，台语就是他们然后国语就是刘德华、张学友。你一听，你就会听到是以前的回忆，没错，对。然后在那时候的，我觉得国语、台语各自有一片天，各自精彩。是。那没想到二三十年后，看到现在的国语已经非常多的格局是很大，然后很多面向、很多不一样的风格跟元素，加进来。可是反观台语呢，它好像有点在原地踏步，你知道吗？我们讲。比较现实一点就是，台语歌哦，你是看到国语歌的不一定，你知道吗？哎，有没有看不到啊？有没有看不到啊？嘿啊，真的，其实我有点感叹然后大家都说市场，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市场当然是，不管台语市场也好，国语市场也好，现在每个工作的市场其实都大环境都不好。对，那我只是希望表达的是说。台语为什么不可能像国语一样做的那么流行，那么多面化、多元素？为什么一定要守住传统台语这个演歌方式的做法、这个格局？一些长辈跟一些的几个时代中辈听你讲，咱台语有8音，我们台语有8音，那国语呢有4音。他们都说台语是一个很美的语言。那为什么4音的国语它的格局可以这么大？台语是8音是这么美，它的格局就这么小。对，我觉得这一点是值得大家好好的去思索、去探讨。刚才文心讲的这一点，我其实非常认同哈，因为一首歌的完成其实不只有词跟曲啦，它当然还有这个背后的一些什么编曲啦、混音啊等等的一些。这个音乐工程是，那当然也有包括影像啦，跟一些包装，这些其实都是在所有元素加起来才会把这个你刚才讲的格局变大。对。那为什么台语格局会这么小？我觉得缺乏了我刚才讲的这些元素在里面。还有一些就是不管是台语唱片大的唱片公司，或者是一些做台语歌曲的一些老前辈们，或者是同辈。他们觉得台语歌好像不能做得太流行，因为中南部的听众他们比较喜欢听老一辈，我觉得这是错误，这是错误的，这样会有点觉得好像中南部的素质没这么好，我觉得不能这样讲。对，应该是说年轻人不是只有北部吧？是中南部也有年轻人，都有啊，我们还是很年轻。他们听国语歌，难道中南部听国语歌是听以前的国语歌吗？哪有？北中南。应该是现在的年轻人，不管哪一区，他们听的都是现在的流行。音乐无国界，现在我们接受的资讯，那为什么台语一定要说中南部？我觉得这是自我认定的一个方式，这自我催眠。我觉得听众是需要去教育，需要去带领他们，而不是觉得说没有中南部，永清，你只顾中南部的乡亲，那你有没有顾虑到年轻人？这个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就是说有些老板他的那个想要投资或想要发展的领域太局限，对，他就变成说太局限，只想要顾好这个，然后不敢去尝试比较大的一个族群。其实我并没有否认我们的传统台语演歌式的那种方式做法，因为毕竟它台语从以前到现在，它流传已久，它的这个东西它的文化，这个文化是美的，我不否认，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可是呢，我必须要讲，国语以前何尝不是这样？大家都规规矩矩的。自从周杰伦、王力宏、陶喆，甚至一些歌手突破这个格局之后，他就越来越高了。对，他的那个境界就越来越高，那格局越来越大。那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这样做？我觉得这是有点错误的观念啊，因为我常常有跟身边的一些做音乐的朋友讲说。其实不是年轻人放弃，现代的年轻人放弃台语，不接触它，
是台语你不愿意，是现在台语歌曲不愿意走进年轻人的世界去倾听他们想要什么东西。哇，你真的是讲到我心坎里面了。因为当然我没有说很年轻，像现在8、9年级，但是其实我们在听歌，我们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台语如果都一直局限在于一些传统一些演歌或者是传统一些编曲的话，那其实在不要说我们不会接受，这个8、9年级的人他们根本就不会去听啊。然后我诚如我刚才所说，我并没有否认他，可是你能不能为什么一定要100张的台语99张都是做这一种？对啊，我们可以比例嘛，对不对？对，可以比。你看华语就是这样，30可能100个人，他有30个人做 rock， 30个人他能做比较情歌或者是蓝调的东西，爵士的东西，放克的东西，像还有现今这一阵子比较流行的饶舌。对，饶舌。那我在讲911，这个是年轻人喜欢的。对啊，他唱的是什么？是台语。我相信他们也是觉得台语是可以做得到。是，就像早期在那时候的，我记得是 MC 哈斗跟大支那时候。饶舌的东西一开始也是没有人接受，因为他觉得饶舌是国外的东西，一定要用英文唱才有那个味道。对，可是他已经完全把它改变到现在，国语唱饶舌是理所当然，所以观众是可以带领，是可以去教育他的，听众啦。那台语为什么不行？台语其实可以，只要你做的能够让年轻人去接受，我觉得都可以。而且我还有一个比较，刚才就是会感叹，就是觉得说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去接受。那我觉得台语，不管是台语歌曲或是台语的这个文化，会慢慢的消失。现在的年轻人或许讲台语，它只是一个点缀，对，好玩呐，好玩，有趣。对。那我记得我刚出道10年前回去我们自己家乡的时候，我听到了非常多我就跟一些你知道南部人嘛，只要小时候常讲台语，就像我常讲台语，一开始讲国语一定会有一些台湾国语，会有一些音调啦，但是在所难免的。那这一阵子我回去了之后呢，我看到那个我跟就是去买东西，然后就有那个比较年轻的店员，然后应该是也是10、20岁，然后买东西结账。我发觉已经没有台湾国语了。所讲的国语其实基本上跟北部是差不多，你听不出来。其实我有点吓到，这代表什么？代表他们平常台语可能爸爸妈妈台语是在讲，可是他们没有在讲台语这个部分。台语这个部分可能是变成一个生活点缀的方式。语言还是要多讲啦。那在台语歌的部分，也是希望说，不管是歌手还是制作人、老板，共同来努力。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比例原则、比例问题，大家都就是各种类型的都做，然后让这个台语这个语言那么漂亮，语言那么漂亮，有8音呢，让大家听清楚。所以我才希望借由这张专辑，用比较流行音乐的方式来。贴近时下现在的年轻人，让他们可以知道说，原来不是只有国语可以用流行音乐的做法，台语也可以哦。对，所以就是希望台语也可以这个包装哦，而不是那种塑胶的拿起来哦。是，当然也不是说塑胶不好啦，只是我们这一次的概念是希望用流行音乐、时尚音乐的方式，让大家知道。没有，我真的要讲一下，这样就对了，这样拿在手中就非常有质感，对不对？这个是我们大家其实都拿到，都是觉得说非常珍贵，而且呢，这种设计一看就知道下的苦心，不是那种这个模板一出来的那种一样的盒子，那个其实就没有什么了。好，那我们再来介绍歌曲啊。听说在你的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曲目前这个 MV 在网络上讨论度蛮高，哇，跟这个男的这个剧情，对不对？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这一首？对，那这首歌曲《丢告家》其实还蛮特别的。先讲它音乐的部分，音乐的部分当然是用除了是用流行音乐的编曲之外，然后也用了8人弦乐，然后来提升它整个的一个质感跟让它比较大气的那种感觉。还有就是里面的吉他手，其实吉他手没有什么好提的，对啊，为什么要提到？因为这是制作人特别去友情邀请的一位非常知名的也是制作人，他是
哦，这个那个小情歌，对，那个不是小情歌，不是小情歌，那个 Hebe 唱的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小什么？小什么？看一下，吉他手是那个 Jerry C， 对 Jerry C 嘛，哈，对，那个哇，讲太多，没关系，等一下想到再跟我们讲好了。让他先查一下。对，我们现在听这首歌好了啦，丢告家好不好？而且看一下 MV， 这个拍的非常用心，我觉得你们老板对你好好哦，真的齁，对，而且还请到也是这个载歌嘛，对，载歌大咖跨刀演出，好，我们来听这一首丢告家。我妈问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啊？我不想耽误你，我们就到这里。
有告家，好好听哦，我记起来了，我记起来那位非常大牌小幸运，小幸运，对，这首歌曲是那个原创者就是那个制作人小幸运，作者 Jerry C 来帮忙弹这个丢告家里面的配这个丢告家的吉他，对，所以其实我们就是用了非常多的苦心跟用心啊，然后制作人也用尽了他的人脉，这样对，来加以辅助我们。其实他们做国语流行音乐，我们一直有把我们这个做台语音乐的概念跟他说，其实他也蛮认同的，然后才会愿意跟我们一起，就是一起努力把这个专辑呢，想要用比较不一样的呈现方式。呈现给大家这样。而且我跟你们老板算小认识一下，所以我就知道说他曾经就有跟我讲说，他想要在台语歌曲当中做一个改变。是。然后那时候因为他都拍 MV， 所以他先从影像改变，是。再来呢就从包装，再来就从他的深入了，从词开始。说到影像，我真的要好好的赞赏他一下，因为我觉得我老板。他曾经有跟我讨论过，其实我也跟他说，其实这音乐你要创新革命这一块，这一条路其实非常的辛苦，因为你是从一个乡间小道，你要把那些小石头铲平，你是开路先锋，你知道，你要让它变成一条大马路，不简单呢，其实很不简单。当然，他中间也有很多次就是非常的沮丧。我说，其实我们不能沮丧，我们该做就是做。尽人事啦，听天命，我应该是这么想，因为有些东西要成功，必须要天时地利人和啦。那我觉得我们把一些该做的，把它好好的去扎根，相信有一天，总会有人看得到。那我觉得比如说像影像的部分，早期影像台语歌曲，除了国语，会用比较广告式的机子拍，或者是拍的比较像电影，比较像偶像剧的画面感觉。台语没有，可是后来他就拍那个出动了很贵的那种机器摄影机跟机器，然后灯光师，然后去拍那个台语的 MV，让人家觉得看起来哇，那个台语是非常的有质感。后来陆陆续续开始模仿了，很多了，开始学习了。我也都是他拍的，就拍的导演都不是他。对，后来我才明白说，这个就是有影响到，原来现在不是只有歌曲，原来连画面它也是希望做的漂漂亮亮，让大家觉得说现在的 MV 不是一看就觉得很像早期那种拍 MV 的比较粗糙的方式去做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说，你看这个就是你带引起的，然后大家都会台语的那些 MV 他们都会自己很要求台语的唱片公司就算比较做演歌式的歌曲，他们还是会用比较那种 MV 就是比较唯美的方式来呈现，这个就是有让他们想要去追求，这个就是一个质感的提升，带领着大家一起质感。其实这样做，歌手自己本身也非常开心。对，没错。因为以往就是比如说歌手他其实都签给唱片公司或经纪公司，然后经纪公司或唱片公司要求他们拍怎么样，他们就怎么样。对，他们会拍得不好，只会干掉在心来。对，所以呢，如果拍得好，他们一定会非常感谢这位导演或者是公司的栽培，就是说尝试不一样的风格。对。然后这个出来呢，我虽然是唱台语歌，但是台语歌跟其他人不一样，而且有突破。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赞赏的事情。对，或许有些人说，老灰狼长辈们看嘛，对啊，有可能是看不懂，可是这对于现世代跟现在一些年轻人，他们就会觉得说，好像跟着时代在迈进这样，他们会觉得他们是可以接受的，对，我觉得可以接受的，所以我觉得影像部分都可以这样进步，带领着大家一起前进，我相信音乐也是可以的。其实，在刚才有告家的 MV 当中，也有看到你维持的这个好身材怎么维持的？可不可以教一下？就是呢，我后来发觉，就是像我的体质，就是不能糖类的部分不能碰太多。那以前因为之前有一度有比较胖了5-6公斤这样。然后都是因为每天都喝珍珠奶茶。哇，天哪！就像那个周杰伦、周董一样，说再怎样他还是要珍珠。听说你很爱喝奶茶珍珠奶茶珍珠奶茶。那来
中南部就是喝茶汁什么蛙哥嘛，哦，不便再做广告。对。那在北部就是可能西欧哦，对，哇，你那么爱喝那个啊？对，就是那时候每天就几乎一杯啊。后来这个就是变成可能1个礼拜1杯这样。对，是公司有控制你吗？没有，是我自己管理，我自己控制的。然后在一家人耀眼一家人那个时候，我就自己控制了。然后每天早上就是吃一些比较不油不糖的东西，就比如说白馒头然后配好清淡无糖豆浆，然后茶叶蛋这样，真的就是就瘦了。对，然后再加上一些运动量道也不用太大，你只要控制好控管你的饮食，其实基本上是还蛮有效的。对，那剩下时间就正常吃。其实大家在那个 MV 啊，或者是戏剧上看到黄文欣啊，都会觉得哇，这个人身材好好，而且本身又长得很高挑，到底就是非常好奇他怎么保养的。其实没有撇步，就是饮食控制。对，我觉得是饮食控制还蛮重要的。那你说皮肤状况就是可能要多敷脸之类，然后去定期去做了，因为你也知道像拍8点档是熬夜这样。对，当然现在的8点档，目前我参与的那些8点档，现在比较不会像之前这样，这么在做改革。那但是还是难免常常都会就是熬夜，然后一天大概就是14个钟头以上。哇，对，就是差不多啦。可是他至少不会到早上就是叫麦当劳那个美肤叫早餐，之前常常都这样，常常都这样。早上现在几点？5点啊！而且有时候在棚内都不知道那个外面怎么样。对，常常都这样。以前常常都这样。那现在我觉得有改革比较好了，就大概就是可能凌晨1、2点。有没有8小时在算这样？没有，火上看很少8小时，都是12小时起跳。哇，天哪！因为有时候拍戏等的时间其实还蛮长的啦，没有办法说太紧凑之类的。对于唱歌跟演戏，你比较喜欢哪一种？哇，比较喜欢哪一种？其实很难选的。那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好了。我先讲说，唱歌是做自己的，那拍戏是。赚钱对，赚钱，然后剧本里面的人生跟那个，那我觉得演戏我会选演戏啦。为什么？你知道，因为出唱片现在真的除了不景气，有时候音乐一出去要花很多钱，然后你不见得作品是每个人都会听得到。对。可是你拍戏，你在荧幕上，你会常常被人家关注到。可能他也不知道你以前是歌手。就会从戏剧去直接去了解你的音乐，然后再去维基百科，才知道说原来你也是歌手，或者是你在拍戏当下刚好你有他搭了你其中一个专辑里面的歌曲，那个是谁唱的这是他的歌他是歌手这是他蛮好听的这样，才会去加以发掘。其实我犹记得我最早之前天地出来的时候。可能电台会比较知道说这张专辑不错，可是我们当艺人的其实最清楚，就是去活动现场或者是什么，或者是走在路上。其实天地那时候我刚出的时候，基本上还是没有什么人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些人说不会啊，可是你那时候超级偶像，他们那时候节目蛮红的。对，我跟你说，那个你只要一跨出去超级偶像，毕业之后，那个热度大概3个月就消失了。因为大家会看超级偶像的电视机的朋友会继续关注超级偶像2、超3、超4，人就不断的换，每一不断的更新的一届。因为我发觉现在人其实也是追求新鲜感。不会啊，可是你有金曲歌王加持呢。我跟你讲，那个加持，我觉得倒是另外一回事。真的是因为戏的关系，我后来去2011年3月4月忘记了，去拍一部华视一部戏剧，叫做《蒙甲要回》。跟黄登辉、李威、李立新他们合作，然后里面的角色也是蛮吃重的，是饰演一个黑帮的太子。可能黑帮的对时下年轻人比较有共鸣，就是英雄主义嘛。对，觉得帅，觉得很耍帅，很耍帅就对。
很帅就的，然后就会去崇拜，然后我里面就每次我出现的时候，他们制作单位也很好，就帮我就用我天地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当插曲，就是三心两意。本来三心两意是没有人知道的，对，天地就已经有点乏人问津，那其实三心两意更不用说。那没想到在拍那个剧的时候，我出现就是会安插三心两意的那个主题曲，就慢慢真的越来越多人知道，越来越多人。然后我曾经在饮料店走过去，年轻人，我就听到三心两意播放声，我是自己吓到，不是电台是自己自己播放，我自己就当场吓到说，哇，原来有到红到这个程度，就是有感染到年轻人愿意去注意我，然后听我的歌曲这样，然后再慢慢的2011年，然后才得到金曲奖，然后才慢慢让大家注意到。然后之后也是从戏剧2012年去拍了一部电影叫《我不穷，我只是没钱》，香蕉片啊。就是大家都说香蕉大王旗山，高雄旗山。对。然后拍了之后，然后同年拍完了电影，又去拍3立的台湾好戏，阿爸的愿望，就很多人知道，因为会说知道我的就是看超级偶像，可是没看超级偶像的人其实还是占大部分，因为有些人他们不看歌唱比赛，只看就是戏剧部分，尤其是老一辈的长者这样。那演了阿爸的愿望，哇，那个就很多一些阿公阿妈就说你是黄文兴啊，那内底演你的对单天报就知道了，你知道吗？就后来我发觉哇，那个其实戏剧的部分，戏剧的那个感染力其实还蛮大的。然后然后才会说对，唱歌比赛啊，然后唱天地，就慢慢被人家知道了。你说歌就是但我觉得演戏来带你的音乐，但当然是相辅相成。我觉得这有一个好处，也不是说这样就要放弃音乐，就是我发觉有一个相辅相成的效果啦。就像杨丞琳，他也是戏剧，然后先歌曲，然后先戏剧，然后歌曲，然后一直相辅相成，让他整个就是让大家知道说，他既会演戏也会唱歌这样。对，那一直到现在这样，就是觉得还蛮幸运的啦。然后一直都有贵人帮助，蛮幸运的是比较好听的。再讲直白一点，就是还不会啦，你真的讲让我告金嘛？无啦，刚开始伊真正做拍拼的吼，因为要演戏要动下你啊，顾一条的话讲的，一个8点档要撑12个小时以上，其实真的不容易。有很多歌手他就觉得我唱歌就好，我不要那么累。对，可是我后来发觉，这是演戏也是一个机会。然后你看出道到现在，就是不要说超级偶像，星光大道或者是一些歌唱节目，可以就是还留在线上的。我觉得后来看一看，就是还真的蛮少的。然后再看到自己，觉得自己其实也蛮幸运，就是老天爷也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可以一直让我持续在这个舞台上。我觉得黄文兴真的是有自己的规划跟梦想想要做的事，不然你看他要脸有脸，要身材有身材，然后要歌声有歌声，又会演戏，对不对？有些人就觉得说，我就是卖脸就好了。可是他不是，他其实就是展现了他所有对他想要的才艺。然后我也很开心，我这10年的成长，其实很多粉丝，甚至就是我的一些铁粉，或者是现在认识我的人，他们都有感受到我这10年来音乐上的进步跟戏剧上的进步。就是我以为我的努力是有些人会看不到这样，那没想到他们都有发觉说我真的有在做一些功课这样啊。比如说像现在音乐的，比如说像音乐上我在唱这个台语歌曲，全是歌曲的部分，跟最早期天地那时候其实听起来还真的有差别。而且我是没有自己去听的，我就是会一直不断自己听很多不一样的一些国语或者是台语或者是外来的音乐，韩语啊或者是欧美音乐，就是会去听，然后去学习他们一些共鸣的唱法，然后让自己以便下一次要做不一样的歌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方式去诠释新的东西，去驾驭新的东西。那
也单纯就是也有兴趣了，然后一直不断的练习自己唱歌，让自己的歌声音域能够更宽阔。那没想到好像有几次就是有些人就会说，我有听你现在的东西跟以前的东西有差别。我说有吗？因为声音是自己的，常常讲可能听习惯了。我说真的有，你可以自己去听。我说好，那我去听看看。我就翻了以前天地，然后听了一下，真的是唱法是有些真的是到现在来讲是有些改变，然后也真的是像他们讲的有进步这样。然后戏剧也是，就是也不会回头去看自己以前的作品了，然后再翻回去的时候。真的以前演的这比较青涩，真的哈，就是比较没那么溜亮，没那么自然啊，然后也没那么的有张力有戏。现在的单 tempo 非常有张力，对，就是慢慢，我觉得都是一个时期，然后慢慢的历练，然后每一部戏结束之后，或每个专辑结束之后，都会自己去好的去探讨自己还有什么地方要去加强，然后保留好的地方，然后去改变不好的那个缺点这样。从听的其实到这张专辑那个爱那西已经经过7年的时间，是其实它的曲风呢改变蛮大的，然后在影像当中其实也跨了一大步可以这样讲来最后再来跟我们介绍我们要来听的最后这一首歌叫《本事》也是它里面这个比较快节奏的歌曲，对，快节奏的歌曲。那这一首歌其实我都用比较简单的方式让大家知道，这首歌你可以想象，它其实就是有点像阿妹的《和大力的来》有那个感觉，就是比较台式摇滚的感觉。然后里面的歌曲本来一开始原 demo 是比较有quick call，然后那个作词作曲者就是林东松老师，然后他也是做了很多歌曲，我的三心两意就是他做的，好听，对，他真的做。还有我里面一首歌也是非常好听，《思念成沙》也是老师做的，思念成沙，词曲都是林东松老师，我觉得他真的是鬼才，厉害，还蛮厉害的。然后原 demo 这首歌来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做得非常的不错了，然后就请了我们那个制作人帮这个曲稍微再做了一些改变，这样我觉得就是还蛮好的，但不会改变太多。其实它的原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做一做，我就觉得这首歌是非常一个有台味的台式摇滚，然后保留的很传统的一些歌唱的会靠，然后加了一些新的编曲方式，这样然后来呈现给大家。主要其实是让大家知道说，文心其实不是可以唱新式的台语歌，它其实有一些很会靠的歌曲可以唱。那尤其是最近我跑一些电视台通告，然后歌唱通告就会你要唱谁的歌，我就说我会就选一些老歌啊，比如说像翁立大哥的《望母听》，还有那个吴宗宪歌的《真心换绝情》。为什么我要这样做？我是要让现在的有一些粉丝或者是听众知道说，我也是可以唱这种歌曲，而不是只有专业在我自己的领域。其实这些歌曲我也都会听，然后我也都会唱。只是我希望唱这个歌，我也会用一个不一样的方式，我自己的风格去呈现出来，这样对。然后就是本事这个也是一样，然后有会靠的，其实如果认识我的粉丝，就是都大概知道。我会唱有 quick call 的，就是有一种是这一种歌曲，对，一种是我唱布袋戏的歌曲。我知道以前这是那个玄武什么的嘛，那个是那个亮哥的歌曲，那个比赛的时候，然后现在是帮金光布袋戏唱黄立刚唱那个布袋戏的歌曲。布袋戏的歌曲，黄立刚的布袋戏的歌曲也是很厉害。对，你知道他现在布袋戏的歌曲用的，他是。编曲是用有点像 Linkin Park 的，哇！然后中他前面也有饶舌，哇，好酷炫哦！
黄文兴这张专辑真的非常特别，大家一定要支持一下，是而且是台语歌曲的创新跟突破。我觉得不是说现在才突破，他其实之前的专辑在每一年每一张就已经做很大的突破，但是今年要做更不一样的改变。没错。所以呢，不管是不是粉丝朋友或戏剧上的、音乐上的朋友，都要来支持他。而且这个买回家真的是非常值得收藏。是。这样的装备你要拿出去跟人家说这是台语专辑，人家真的会正常目前会吓一跳，对，不太会相信说这个是台语专辑。但我们希望以后就习惯了哦，这台语专辑非常，而且送给国外的朋友，大家都会觉得哇，台湾真的好棒哦。对，好，因为今天的时间关系哦，这个人没有办法再跟文馨聊太多哦。而且他的小朋友真的很可爱，小星星。大家如果去他的粉丝专页哈，帮他按个赞，然后呢，记得要多听他的歌曲哦，支持他一下。未来还有什么粉丝见面会吗？粉丝见面现在在筹备当中，是那签唱会什么的，对，但还不确定。那没关系，因为我所有的活动都在我的粉专业，然后还有我的 IG 会上面会公布。然后大家如果喜欢我或者有在关注我，或者是现在才认识我的一些不管是戏迷或者是观众朋友或者是听众朋友，如果现在才认识我，或者是之前就知道我了，所有的讯息活动可以上我的粉专跟我的 IG 去关注、去按赞、去那个追踪就可以了。今年你出去走村的时候，就是可能过年期间，就是大家都会。你就会听到丢高家，有没有？对，丢高家不是已经天地，不是哦，是已经变成唱丢高家了，还有婚俗了。其实讲到天地，就是也蛮开心的，因为大家都还记得我至少就是还记得说黄文兴的成名曲天地。那我希望这次丢高家它可以成为另外一个新的成名曲，好不好？好，最后我们来听本事啊！今天非常感谢黄文兴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你，谢谢，拜拜，恭喜发财，恭喜发财。你若有本事，就不免拜托要求；你若有方向，总有一条出路。要踏地路，怨叹无人生的前途。若真正本事，免惊坎坷来阻挡。认真的倔强，天地命有嘛不常。扭转乾坤，凡事拢占压点手中。你若有本事，就不免拜托要求；你若有方向，总有一条出路。要踏地路，怨叹无人生的前途。若真正本事。